们几个在这儿，你们跟我追！妖贼，滚！老夫乃大清第一勇士，敢害老夫，我今天要把你们剁成肉酱！李欢，你敢骗老夫，我这就送你上西天！你是谁？康熙小儿啊！我就知道你要来暗算老夫。好啊，你忘了老夫救了你的爷爷吗？啊！我还替你们爱新觉罗家族打下了江山。好，砍刀！康熙小儿，今天老夫要跟你同归于尽！我杀！刘师傅，杀！看来鳌拜真的疯了。杀！情况不妙，撤！杀！杀！什么？鳌拜疯了？回太皇太后的话，昨天夜里鳌拜突然发了失心疯，杀了几个护卫和他的侍卫，还差一点杀了自己的姬妾。哼，这个鳌拜疯的还真是时候。走，带着你瞧瞧去。所有人告退。奴才告退。这好好的一个人，怎么说疯就疯了？你们是怎么伺候你们家老爷的？回皇上，老爷子从前环御赐受了伤，就有些精神恍惚。昨儿召了太医院的蔡太医来瞧，说是没有大碍，休养几日便能好。可谁成想，昨日睡到半夜，老爷突然嚷着说心里燥热，在屋里大喊大叫，最后就失心疯了。皇上，明丽，你快看看，鳌拜患的是什么病？是。中堂大人，把手给我。皇上，中堂大人不是病，而是中了迷魂散之毒。迷魂散。搜图，奴才在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皇上，这鳌拜的日常起居和饮食，都是由他们鳌拜府的人自行照料的。奴才严格按照皇上的吩咐，从来都不插手。所以这鳌拜什么时候中了迷魂散，这奴才完全不知道。李太医，这鳌拜的迷魂散之毒有解吗？恕臣无能，解不了此毒。哎，皇上，小心啊！万一有诈啊！无妨，
中堂大人不仅心神俱失，还元气大伤，已无伤人之力。鳌拜，你可还认得朕？鳌拜，这是朕赏你的点心，吃吧。点心？对啊，你不是说你饿了吗？这是朕特意从御膳房里给你带的，快吃吧。大胆！那不好吃，不好吃！我要吃好吃的点心。你去拿吧。你这道城门，本王一定要钻过去！勇士们，跟着本王，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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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胜利啦！我们占领城门啦！皇上，看来中堂大人真的疯了。鳌拜曾经权倾天下，连朕都要记得3分。纵然被朕打入了天牢，他也是桀骜不驯。如今连这胯下之辱都能忍，看来他是真的疯了。索图，奴才在。把鳌拜的家眷全部都送到刑部，一个一个审，必须给朕查出这下毒之人。这。李太医，为什么不把鳌拜一下子解决了？这样不比把他毒疯了好，一了百了。不是我2次想要去暗杀他，都没能得手。不是你，那还能是谁？难道会是索图？这件事情太过蹊跷，以后行事千万要小心，万不可声张。你们就先退下吧。这是。鳌拜居然中了迷魂散之毒，可查出是谁下的毒？此事已经交给索图去查办了。皇上，哀家知道你极为憎恨鳌拜，未免心太急了些。哦，皇祖母，鳌拜中毒，并非是孙儿下的旨。不是你，那又是谁呢？索图不是奉旨守卫吗？怎么
还会让人得手。孙儿也觉得此事很蹊跷，会不会是鳌拜当初在侍卫中就埋伏了奸细，现在看鳌拜失了势，就不想再受他的挟持，所以就把鳌拜给毒封了。鳌拜这一封啊，他手上的情报线可就无处可查了。曾儿，你虽然除了鳌拜，从此大权在握，但你身上的担子实在太重了，不可掉以轻心呢。黄祖母，请放心，孙儿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鳌拜已封，所以咱们和联盟暂时都已经安全了。所以，我们没有必要继续追杀鳌拜，否则反而会引起别人的注意，让康熙怀疑。六师傅说的是，只是鳌拜已封，我们查找内奸的线索又断了。究竟会是谁下的毒呢？鳌拜被一大堆家眷仆从环绕着，外头又有重兵把守，这个人居然还能有下毒的机会？刑部已经调查好几天了，都没有调查出来鳌拜是怎么中的毒。难道真如李公公所言，是索额图下的毒？因为除了他也没有别人了。如果真的是索额图下的毒，那刑部再怎么查也是不会有结果的。可是索额图为什么要毒封鳌拜呢？你别忘了，索额图是索尼的儿子，当年索尼和鳌拜同为顾命大臣，二人争权夺利10几年，仇怨极深。但索额图是一个官场老滑头，谨小慎微。他虽然很想除掉鳌拜，但他毕竟身负坚守鳌拜的职责，应该不会为了一己私利而擅自毒害鳌拜。索额图会不会是奉旨下毒呢？龙小弟啊，可是龙小弟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时候毒封鳌拜呢？我也不清楚。也许康熙是想告诉天下人，鳌拜这棵大树已经完全倒下了，逼着他的手下另寻出路，这样康熙就有可能接手鳌拜执掌的情报网络了。这个不太可能，康熙城府极深，既然忍气吞声跟鳌拜谈判了，应该不会这么快就改变主意出尔反尔。在这些大事上，还是大师兄分析得透彻。你们说毒封鳌拜的人，会不会跟调包铜匣的人是一个人？有这个可能，而且这2件事不一定是一个人，有可能是一伙人。不知这伙人是什么来路，不仅对康熙和鳌拜了如指掌，也熟悉我们的状况，甚至还能自由出入这大内深宫和重兵把守的鳌拜府邸。也不知这伙人是敌是友，是友为何不与我们联手？是敌又为何不向康熙举报我们呢？李公公来了。皇上有旨，宣丽嫔娘娘御书房觐见。妾身遵旨。公公，您是不是听错了？皇上从未在白天宣丽嫔去过御书房，只会让我去御书房笔墨伺候的。诗书姑娘，您说笑了。老奴虽然上了几岁年纪，可这耳朵还不背。皇上确实是宣丽嫔娘娘觐见。李公公，那您可知道皇上宣丽嫔去御书房所为何事啊？皇上在御书房批阅奏章，突然间脸色大变，拍案而起，然后就在御书房里走来走去，过了好一阵子才平静下来，然后就命奴才来宣丽嫔娘娘。丽嫔娘娘，随老奴去吧。好。楚可可，
臣妾参见皇上，给皇上请安。文心，不必多礼。谢皇上。皇上是批阅奏章乏了，宣臣妾过来对议几句吗？皇上怎么了？文心，朕宣你前来，是有一件事不得不告诉你。你爹他，我爹怎么了？兵部急报，山西总兵舒建在护送平西王次子吴应奇一行进京途中遭遇劫匪，永历的部分遗物被劫。疏文心，这已经不是一起普通的劫匪案，这背后牵扯到许多重大的机密。你爹现在还躺在案发地点附近的一个驿馆当中，不能移动。要是你爹他……可皇上他为了速去速回，执意只带了少量的侍卫，微服出行。可这路上万一出了什么意外，这么重大的责任，奴才可担当不起啊！皇上呢，他是认为，不可能在深宫中能体察民情啊，更不能够去治理天下呀。故此呢，他这次到山西微服私访，处置两桩大事，顺便呢再体察体察民情。哀家也赞同。好在此时鳌拜已经疯了，朝中的重臣们对皇上已经归心了，又有哀家坐镇，皇
皇上呢，悄悄出京几日，谅他也不至于闹出什么大乱子来。可是啊，就怕万一走漏风声，有居心叵测、胆大妄为之徒埋伏在出巡的路上，借机行刺皇上，你那可就放心吧，哀家会下一道懿旨，就说皇上啊要陪哀家闭关1个月，诵经礼佛，为我大清祈福。知道皇上出宫离京的也就只有你我这几个人而已。你呢，多挑几个得力之人，务必在暗中保护好皇上。若是出了差错，哀家就为你试问。这。好了，等明儿一早一出宫，朕就摇身一变，变成钦差大臣龙三了。我看到皇上给自己下了道圣旨，封自己是钦差大臣，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人。想起谁了？不能说。少装可怜，没有外人在的时候，你的嘴上从来都是不把门的。那我说了，我想到了前朝著名的正德皇帝。他当时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，后来不停地给自己加封，直到最后自己篡了自己的位。你居然拿朕和正德那个昏君比！看，生气了吧？小心眼儿！我只是突然想到了这个典故，就是想在肚子里腹诽一下。本来我不想说的啊，是你让我说的。你看，说完你就生气。正德这个皇帝啊，从来就没有认清身为皇帝的职责，他只是把皇帝当成了一个游戏，而把天下的人都当成游戏的筹码。他是朕的前车之鉴，朕是绝对不会效仿他的。朕写了这道圣旨，只是为了出宫查案方便。是，我的龙小弟是天底下最好的皇上，是个圣人，是个天子。那个正德就是个糊涂虫。他连给我的龙小弟提鞋的份儿都不配，是不是啊？这话听着舒坦。千穿万穿，马屁不穿。哎呀，在这宫里啊，只有你和朕敢这么调笑。本来朕想到叔家命在旦夕，齐钥匙又不知道被谁给劫走了，朕的心情很是沉重。没想到跟你说笑两句，心情就轻松了下来。好了。有了这道圣旨，又有了这个如朕亲临的金牌，应该足以应付出宫以后的一切状况了。我来帮你保管。那可不行，你连自己都能弄丢了，我可不能把这个圣旨和金牌交给你这大马虎保管。看不起人是不是？在宫里你罩着我，但是出了宫以后，就是我罩着你了。吹，使劲吹啊！大清朝吹牛不上税。给我，给不给我？第一次离开京城吧，外面的大千世界是不是感觉特别的新鲜啊？那当然了，紫禁城不过就是一个人工雕琢的弹丸之地，哪儿比得上这自然风光、秀丽景色呀？哎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呀，这个是新娘回门，是民间的风俗。现在你知道了吧？外面的大千世界啊，可比你的紫禁城里面有趣多了。朕确实是大开眼界了。不过
咱们可不能只顾着观光，还得抓紧赶路。这输送兵的伤势极重，随时有可能不治，朕得赶着见他最后一面。错了！你出了紫禁城就不能老说朕了，得说我。啊，对，朕，说习惯了，一时改不过来。那你当时冒充龙三侍卫骗我的时候，怎么谎话变得那么溜啊？也没见你说漏过啊。其实我当时也说漏嘴过，只不过呢，被我自己圆回来了，没发现而已。某些人啊，自诩聪明，其实笨得要死。反正这笔账我一直会记着的。好啊，那老大永远记着，小弟我也永远记着。前方路已坍塌，可能需要另辟路径。原来是这样啊！那好，你们2个人分头探查。这。那个不是纳赛吗？他们都乔装打扮成侍卫，一前一后的干嘛呀？索图啊，精选了30个大内高手在暗中保护我，我不许他们靠得太近，以免引人注意暴露身份。所以啊，就把他们分成了3组，一组在前探路，一组殿后。果然安排的妥当啊！索图以前只是被鳌拜打压得太狠了，所以不得不韬光养晦。其实啊，他还是挺有能力，对朕很忠心的。主子，前行30里非常安全，并无异常。只是前方有一座石桥，数月前被山洪给冲塌了，所以现在我们要绕行100里外的另一座石桥。绕行100里？是啊，既然这石桥是数月前就坍塌了，为何一直没有修复？这个，看这地界，应该还没有出顺天府的管辖区吧？哦，这顺天府尹是干什么吃的？可能他们现在缺乏经费吧？缺乏经费啊！前阵子就有不少大臣上折子弹劾，说这个顺天府尹甘国泰上个月借着给他老娘过70大寿，光是纯金打造的观音大士像就收了10几尊。现在轮到为百姓铺路修桥，他就没钱了。他少修一座桥不打紧，可所有的行人就必须绕行100里，百姓们的不便，在他眼里就这么微不足道吗？是啊，主子。主子息怒。主子啊，别生气了。这出宫一路上啊，肯定会碰到很多宫里见不到的奇奇怪怪的事情。你要是每件都生气，得生气到什么时候去啊？不如这样吧，你看啊，我把这条路上的每一件事都记录在册，等回京以后慢慢的处置，怎么样？是吧，索大人？是啊，世淑姑娘说的是啊，主子。也只能如此了。事有缓急，待我先见过书剑以后，回京了之后再行处置吧。出发。这，主子，来，我们走。撤。六师傅，有什么急事需要现在商量？索图跟李公公服侍康熙小姐去了，很快就回来，我们要抓紧时间了。太子，机会难得，你看我们要不要在半路上把康熙？不行，为什么不行？欢，你别忘了你的身份，我们和康熙是势不两立、不共戴天的仇敌。我知道啊，但是你别忘了，索额图现在还带着30个大内高手呢。那30个大内高手，我和太子、倾城3个人足以对付，而你和康熙同乘一车，若是由你出手偷袭的话，索额图他们根本就来不及救火。让我出手？不行，我下不了那个手。你下不了手也得下。朱哥哥，六师傅，康熙暂时还杀不得。为什么？你不是说康熙聪慧博学又很勤政，是我之大敌吗？是，但我们要推翻的是大清朝廷，而不是康熙一人。就算我们把康熙杀了，这清廷也会又换一个爱新觉罗氏的子孙来做皇帝。
这天下还是大清的天下，对于我们光复大明的大业，并无实质性的帮助。而且，那样的话，我们的身份就会暴露。此前大家冒着生命危险才打开的局面，就前功尽弃了。但如果我们帮助康熙完成此次微服出巡，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取得他的信任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就有机会在戒备森严的紫禁城里找到铜匣，也就有机会挑起康熙和吴三桂的进一步内斗，让他们两败俱伤。这才是光复我大明的上策。是啊是啊，六师傅，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但是朱哥哥比我说的明白吗？师傅，我也赞成大师兄的策略。只有找到铜匣，取出了宝藏，我们才有实力聚合全天下光复大明的力量，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，才能完成大业。六师傅，你别怪薛姐姐嘛。我知道，你们一心想着为梅花门牺牲的几百口人报仇，可正是因为这样，咱们才更要顾全大局啊，对吧？师傅，既然你们三个都反对，我也无话可说了。去听太子的吧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，如果舒剑真的被救活了，倾城此去与他相见，万一被他识破，倾城乃是冒名顶替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事已至此，担心也无用，也只能随机应变了。不过我觉得，舒剑受了这么重的伤，未必能瞧出破绽。薛姐姐说的对。哎，朱哥哥，趁着康熙还没回来，你陪我去小河边洗洗手呗。好，走。朱哥哥，快！哇，朱哥哥！啊，朱哥哥，你可真厉害，说服了六师傅，让他不再刺杀龙小弟。我不愿意杀他，是权衡局势，从大局着想。但你呢？你不愿意杀他，只怕无关大局，是出于私心吧？哪儿来的什么私心啊？不是私心，那就是私情了。环妹，你对男女之事十分懵懂，我担心你跟他相处久了，你对他的感情，连你自己都没有察觉。朱哥哥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对他的感觉，他就是皇上啊。我只是不想失去一个全天下最有权势的小弟罢了，跟你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，亏咱俩还从小一起长大呢，这么点默契都没有啊。好吧，那我暂且相信你吧。不过如果有一天让我发现你骗了我，我就改变主意，亲手杀了他。朱哥哥，你现在这样的眼神好恐怖啊！有人来了。老大，你洗个手怎么洗这么久啊？龙小弟，你过来啊，这儿的水可凉了。别光顾着玩了，舒剑伤得那么重，恐怕撑不了几天了。咱们还是赶紧赶路吧。知道了。周子，咱们走吧。累死我了！之前在宫里处处小心，步步为营，都不敢喝我的野山葡萄酒。嘿，酒，来吧。哇，
爽！哇，好喝！一片春秋带酒浇，江上舟摇，楼上帘照，秋娘独语台娘娇，风又飘飘，雨又潇潇。这个丫头一出宫兴致就这么好。可抛，影子声调，心自相烧。环妹，环妹。人抛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。环妹，环妹，开门啊，环妹！热死我了！哇，好热呀！环妹，环妹，怎么了？一准是喝醉了，以前就有这样的毛病，喜欢喝酒，偏偏呢酒量又不行，没喝几杯就醉了，一醉就会旁若无人的且歌且舞。肯定啊是在宫里面憋坏了，这出宫啊就跟撒了欢的马似的。花儿，环妹，开门啊！花儿，环妹，花儿，环妹。江上舟摇，桥上柳州，好，漂亮好！姑娘，你下来唱，这三个就是你的了。环妹，快下来！简直是不成体统。花儿，别唱了，快进去。可是我还想唱歌呢。我唱歌好听吗？好听。再来一个。我手上这对坠子就当个天头，如果你能让我兄弟高兴的话，它就是你的了。好，继续唱给你们。好。哎，对了，如果这个耳坠您不喜欢，簪子也不喜欢，这儿还有金镯子哟。下来，姑娘，下来，这个就给你。快把梯子搬过来，快！下来啊！别唱了，快进去，进去。都喜欢听我唱歌，对吧？对。再来一个。来，姑娘，也给你戴上。来，伸出手来。金镯子，我才不要什么金镯子呢！不要。这个不喜欢呐？没事，爷还有杨志毅的镯子呢。环妹，给我下来！哎，小心，老爷！谁啊？你呀，好大的胆子，敢搅爷的好事儿！你哪来的？搅你好事怎么了？啊！你再动我一下，我动你怎么了？找死啊你！啊！主子。住手！展开！怎么回事啊，老杨？这还是个高手呢。吃瘪了吧？啊？咱们是来办正事儿的，没必要节外生枝，争风吃醋。你看，走吧。啊！此言差矣，兄弟。现在不是争风吃醋的事儿了，是我面子的事儿。我要让他们知道这是谁的地盘，谁才是王法。爷就是王法。别叫！酒醒了之后，看着，看我怎么罚你。好，哎呦，公子，
公子，多有得罪了。我不知道这姑娘是您的丫头，要不您把她让给我，我给您1000两银子。我出2000两，我出3000两，滚！猪哥哥，猪哥哥，纳赛，咱们走。一欢，哎呦，你可算醒了。来，过来擦把脸，喝杯茶吧。薛姐姐，我昨天是不是喝多酒了？我没闹什么笑话吧？你昨天醉的是一塌糊涂，你都不知道啊？你都耍酒疯了呢。啊，不是吧？当然是真的。你走出了房间，又唱又跳的，引来了好多人围观，还有人要竞价买你，可把主子跟大师兄气坏了，主子还跟人家打了一架呢。完蛋了！所以啊，你以后别再喝那么多酒了。又香又甜的冰糖座。就很精致的。二位龙小弟，主子。这个喜欢吧？哎，猪哥，您再看看。都不理我找雪姐姐。这个龙小弟跟猪哥哥都太小气了，只不过喝多酒没干什么，一直不理我，至于吗？你呀，你还好意思抱怨？皇上这次微服私访，本就不想惊动任何人，你却闹出这么大的动静。皇上长这么大，大概是第一次为一个女人跟人打架。他是什么身份啊？连尊贵都不顾了，他心里当然气了。至于大师兄，你本就是他从小定亲的未婚妻，他心里肯定更气了。关键是我不知道那个野山葡萄酒后劲儿那么大，哎，喝的时候甜甜的，结果喝下去一会儿脑子就一片空白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欢儿，你平时任性妄为也就罢了，怎么在这个特殊时刻也不知道检点一下？你知不知道，昨天晚上我们大家有多担心你？万一你醉酒后一不小心泄露了大家的身份怎么办？还好你昨天晚上只是唱歌跳舞耍酒疯，没有说错话，不然这段时间我们所有人的苦心经营全都白费了。哦，欢儿知错了，以后再也不贪杯了。大赛，义父，让他们去把马喂一喂，然后你再安排几个人四周警戒一下。这。你干嘛不理我呀？以前是谁说的？无论我做了让你多不开心的事儿，你也不会不开心，也不会不理我的。如果说话不算数的话，那你就是小狗。少来这一套！你不是早就把我们小时候的情谊抛在脑后了吗？猪哥哥，你怎么又说这种话呀？你永远都是我的猪哥哥，我也永远都是你的欢妹妹。行了，你看，笑起来多好看，你刚才那样丑死了。你呀，就知道我心软，好欺负。四师傅有急事召唤我，但是如果我这个时候离开，势必会引起康熙和索图的怀疑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去。如果康熙跟索额图问起来，你就说我因为你们都不理我，跟你们耍性子。好，快去快回。
哎呀，我想死你了！有没有小花啊？你呀，学艺不精，还敢偷偷溜出谷去，害得四师傅整天担心你。啊，太子呢？哦，他这会儿行动不方便。四师傅怎么了？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舒剑的女儿舒婉心，她逃走了。啊？四师傅，啊，四师傅，什么事儿？舒姑娘的心疼病犯了。走，快！哎呀，啊！救命啊！怎么了，舒姑娘？师傅，我的心疼病犯了，求您救救我呀！救救我！心疼病？啊，要紧吗？严重，如果不救我，我会没命的。求您，赶紧找范神医救救我吧。当时你姨父不在谷中，我又不能违反规矩，把谷外的郎中带回谷中，我就只好驾马车，连夜带着舒婉心去谷外找郎中。撤！撤！哎，叶师傅，叶师傅，我肚子疼，让我下去，我要去方便一下。叶师傅，我肚子疼。哎呀，哎呀，谢谢叶师傅。哎呀。没想到，他趁机逃跑了。这舒婉心出身于官宦之家，又不会武功，她是怎么从你手中逃走的？你知道的，四师傅有些迂腐，把男女大防看得很重。她一个女孩子家要走得远远的去方便，我也不便跟着去查看。等我发现异常，赶紧去追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你知道的，你四师傅是旱鸭子，不会游泳。那舒婉心呢？她不会被淹死了吧？她虽然不会武功，但毕竟出身将门，不像普通的官宦人家女子那般娇弱。而且她从小长在江边，水性很好。当初晋王把她交给我看管时，曾把记载着她的背景资料也给过我，可我这还是被她装病时可怜的样子给骗了。没想到她借机会逃跑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这下完了。这舒婉心要是去报官的话，那六师傅和雪姐姐全都暴露了。说来也奇怪，这舒婉心逃跑1个月了，官府那边居然毫无动静。舒婉心没报官吗？我们也想不明白她没有报官的原因。但是，她极可能已回山西老家去找她父亲舒剑了。据默生他们传来的消息，舒剑现在伤得很重，但吊着一口气，估计是想见他女儿最后一面。幸好到今天，舒婉心还未曾出现。哎呀，这下可完了！你说这康熙要去见舒剑，这如果舒剑真的跟舒婉心见上了，那咱们全都暴露了。你们几个孩子潜伏宫中，出生入死，四师傅连这点小事都没办好。四师傅，您别这样说嘛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就别责怪自己了。这样，我先回去把这个情况告诉朱哥哥，还有六师傅，大家一起商量一下对策吧。好，现在呀，你们就想办法拖延时间，让康熙晚点去见舒剑。我这边也抓紧时间去找舒婉心，最好赶在他们父女相见之前把她找到，重新带回明珠谷。李太医，索大人啊，这世淑姑娘怎么不见了？哦，她呀，她看我跟主子都不理她，觉得没趣，就赌气跑了。哼，是吗？那这样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让人去找找她？哎，不用找，这丫头的脾气我了解，她就是故意使个小性子。这会儿啊，不知道在哪个林子里等着我们去找她呢，咱们就偏不去找她。她觉得自己这招不起作用了，自然就回来了。哦，是吗？没想到世淑姑娘这么小孩子心性。哎呀，
不过这天色不早了，主子又急着赶路，恐怕他这么耽搁时间，主子会不高兴的。这样吧，我们先走，他回来发现我们不在了，自然会跟上来的。那可不行。主子虽然着急赶路，可更担心世淑姑娘的安危。如果我们这样把她丢下走了，主子是不会答应的。也是啊。哎呀，你说她这跑哪儿去了呢？哎，对了，师傅，我忘了问你了，我们谷中排查内奸排查的怎么样了？啊，咱这明珠谷中啊，有300多户人家，800多人口，都是大名士逃进谷中避难的。这些人来自5湖4海，身份十分复杂，一时很难查出。其实那个内奸跟我交过几次手，虽然他蒙着面，而且声音也做了变音，但是他的武功套路我感觉很熟悉。你居然和他交手了？就你那3脚猫功夫，也敢去抓内奸呢？哎呀，四师傅，看你的大惊小怪的样子，我这不好好的吗？我有事就站不到你面前了。我只是觉得，这个内奸好几次跟我交手都可以杀了我，但他都手下留情，而且他的武功套路我那么熟悉，我有种预感，他一定是谷里的人，说不定还和我们很熟。四师傅，你一定要把这个情况告诉我爹，还有各位师长，大家好好想想谁最有这个可能。好，我一定转告晋王，但你以后千万不要再逞能了。我膝下没有女儿，只有默生一个儿子，在我心里，我一直拿你当亲闺女看待。你若有什么意外，我一定会很伤心的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四师傅，你放心吧。虽然我别的武功学的最差，但是我轻功好啊。实在不行，我就先逃命呗。光复大明的大业虽然很重要，但在四师傅心中，你们这些孩子的性命更重要。四师傅，所有的师傅都认为光复大明是最重要的，也只有你了，最疼我们这些小辈。不说了，我得赶紧走了。好。索图。主子，一欢还没回来。是啊，这一欢姑娘还没有回来，我们要不要派人去找一找？不用找了，真是胡闹！我回来了，主子。哎呦，一欢姑娘，主子担心你的安全呢。左大人，这边请。哦，好，主子告退了。龙小弟，你还生气啊？你不理我吗？你不理我，从现在开始呢，到山西有几百里路，那你打算一路上都不理我了吗？龙小弟，龙小弟，怎么办啊？我的龙小弟不理我了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那好吧，李一欢，你可知罪？奴婢知罪。那我问你，犯了什么罪啊？奴婢犯了贪吃罪、贪玩罪、贪杯罪。那你打算怎么赎罪啊？奴婢给主子唱首歌吧。如果主子笑了的话，就当原谅奴婢了，好不好？好吧，那你先唱来听听。好的，我现在就给您唱。嘻嘻嘻。主子听好了啊。春秋待酒浇，江上舟摇，楼上燕赵。秋娘独语台娘娇，风又飘飘，雨又潇潇。何日归家兮可抛？影自声调，心自相绍。
离婚。你给我听着，你以后要是再跳舞给别的男人看，或者让别的男人看到你除了脸和手以外的地方，我饶不了你。哦，知道了。停！鱼，干嘛？过来交钱。慢点。怎么了？我们要过去。废什么话？到那边交钱。交钱。军爷，我们过路要交什么钱啊？要想过关，先交税钱。哦，税钱。怎么不走了？厨子，这军爷说了，他要收您的过路钱啊。哎呀，过路钱，你们天天在这收吗？这位军爷，你这收的什么钱？关口要道，过往商旅一律上交税钱2吊。可我们不是商人，为什么还要交税费？不管你是做什么的，只要从我这路口过，就得交钱。这大清立国30余年，怎么没有听过这样的规矩？少给我啰嗦！哎，干嘛？干嘛？哼，看你像个贵公子模样，2吊钱拿不出来，不想出钱就别从我这过。好，这钱我出，不过你得告诉我，是谁让你们在这收钱的？这是我们知县大人的命令，你还想怎么着？龙小爹，这一个小小的知县就敢巧立名目胡乱收费，再大点的官可了得呀！哎，回去告诉你们大人，就说他头上那顶乌纱帽很快就要保不住了，知道吗？我们知县大人朝廷里有人，就你们，算哪根葱啊？我们算……行了，咱先别说了，别耽误了主尊的正事儿啊！哎，把钱拿过来。这次出巡，看来真是出对了。哎，你们呀，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王法。朕自入山西以来，一路所见，民多疾苦，而各地方官各自为政。朕一日行100余里，竟连遇3处关口，巧立名目收取税费。过往商旅都被迫缴纳所谓道路修补款项，贪污之风可见一斑。念及民生之苦，朕实不能寐。老大，都记下来了吗？放心吧，全记下来了。老大，你觉得我能算是一个好皇帝吗？你呀，马马虎虎吧。你别生气啊！你之前跟我说的，让我在你面前不能说假话，只能说真话的。要是你以前这么说的话，可能我还会不高兴。但是现在我不会了。你说的对，我确实只是一个马马虎虎的皇帝，离一个好皇帝还差得远呢。